第这波的疫情，议员吴玉环对双北沦为重灾区，看到医疗资源的不足，对照咱市的医疗量能，询问市府相关单位是不是会用应付。对此，市长回应，可能无法度满足疫情的需求。目前的总能量能够应付这一次双北重灾区的这个确诊人数吗？目前为止，两个医学中心，还有几个区域教学医院还有几个这个大型的医院坦白讲是没有办法。有584床，然后转诊 ICU 是43床，这是表定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有附案，如果疫情再度扩大，包含双北的下来，占到我们的病房 ICU 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扩10%到20%的量能，就直接再跟医院征召。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弹性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全台南的一个病房，全台南市的医院的病床跟 ICU， 必要时候都可以全部征召为这 COVID-19 的一个疫情的使用。都因为医疗量能的不足，加上偏向医疗的欠缺，议员吴玉环对2天前提出增设第3市立病院的建议，当时市府嘛编列预算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但却一直无一个确定的位置。现在中央有意思要伫高铁特定区规划健康医疗照护产业园区，议员建议市府应该要把握机会。绿能园区不会是南科的附属园区，能够请市长详细说明健康医疗照顾产业园区是什么吗？刚开始是从一座医院开始那么想说，因为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它有庞大的这个研究量的它的除了而且周边的产业包括你要讲，包括辅具，包括这个医技医疗生技的整个发展都会有这个需要。因此呢，那个教学医院就是他们就觉得说，那他们愿意把整个园区规划起来成为除了医院的提供医疗服务这个单纯的功能之外，也有一些相关的健康照护的相关产业。举个例子来说，我刚刚提到的辅具的产业。医疗这个器材的这个科技的产业，还有一些生化这个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像筛检的试剂啦或是一些相关的研究的一些量，配合中研院南部分院，配合工研院南部分院，这样能横向起来。因为中研院的研究的量能很强，工研院研究量很强，再配合这健康照护产业园区的生产量，这样子就会上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就会出现在沙仑。除了关心偏乡的医疗，另外议员嘛关心独居长者接受疫苗注射的问题。对此，市府回应，咱市将近2000位的独居长者，拢是透过公所甲理监事来通知。目前大约完成接种的有6成。如果独居长者行动无方便，社会局嘛会派车来接送。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